定於喺外牆嘅招牌，定係廣告牌，只能等路人經過先有佢存在嘅價值。而車身廣告會隨着車程穿越到大街小巷、商業區同住宅區，主動將品牌帶到唔同客群面前。無論道路行駛、等候紅綠燈定係停泊路邊，都可以持續吸引行人及其他人嘅注意力。一次性成本，長期收益，低成本高回報。另外，我哋有28年做招牌經驗，從設計、製作、安裝一條龍服務。如果你有招牌清拆令問題，唔好猶豫，拎起電話打俾我，我係 Allen 978239998。